镜头咱来看高雄，高雄市长陈其迈顺利连任，不过总投票率敢若是5成8，无超过当局的99万票，嘛无韩国瑜的7成3。陈其迈表示，伊会谦虚，搁拼4年。也拿国民党的郭志温虽然是选无掉，不过伊讲会定紧伫南部，未来4年一定有伊的角色。再拼4年，高雄起飞。高雄市长陈其迈无意外顺利连任。未来的4年，我们要大力前进，让我们高雄能够起飞，让我们高雄未来能够成为科技的高雄、幸福的高雄、宜居的高雄、魅力的高雄。不过这回市长投票率无到6成，陈其迈摕75万外票，无破当局的8万，也无韩国瑜的高投票率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深深一鞠躬，感谢高雄市民一4个月相挺。国民党郭志温虽望败选，不过强调定睛高雄的心无变。我一定会是蹲点在高雄，我不会离开，这是确定的。我想国民党一定要好好的扎根来做一个经营。至于明年或者4年之后，你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？我觉得那时候由当时的氛围再来做一个决定。提超过4成的选票，学者认为郭志温这场是合票算入价啊。民进党内部的整合，虽然他大力扩张，像去策反一些传统蓝营支持者，但是自己团队里面是不是后院失火，其实也值得注意。民进党甲高雄的大本营走掉啊，不过市民关心的空污、薪水有关是长期爱面对的问题。记者民进罗维祖高雄报道。